南海古佛啦，长生大帝啦，纯良帝君啦，通业大帝啦，文华力主世尊，关公大帝。哦，然后要紧，咱就去啊看。啊，另外一边就是女仙族。哦，那为什么一个地方要有法律组？各位浅显，咱刚刚想那爱法律组，法律组就是伊来咧管秩序。啊，想咱开一个班，还有秩序，还有规矩。各位浅显，咱上课嘛是还有规矩。无规矩你就当坐遮哦，无规矩你搭要入来，你就袂当入来。有啥物？因为外口有足侪要找咱讨，无爱有咱改变命运的。你改变命运啊，我要找啥讨？敢会当理解？你要光要走进来，没有这些的法律把咱吼这个咱这个人啊，里面一团乱的。敢有看过业力现前的佛？敢捌看过？迄画足严重的，迄画领乌灵起来，伊系底下有一个叫呢。啊，所以咱这是大家各位法律主拢把咱护掉的。啊，所以咱来礼节，咱穿是咱穿款拢穿，就是一个女生穿，还是一个前道穿安尼尔，不是呢？因来开始来咧白班，他们代表的身上就是有法律主，迄是拢有形，伊的身上头上护着。啊，你每个人都来练，会甲你净化以外，佫会甲你的形态调整你的身心灵，练理解非常好。所以啊，第一礼拜的星期二，阮组长甲咱报告几点到几点？7点半到9点。7点半到9点嘛，吼，咱就伫遮拢有咧练理解，啊，鼓励大家来练理解。你若有迄个挑夫的练工得起来，有影影？哦，你感觉足神奇的，好学无袂讲的呢，这真正啊，这一个咱其他单位伊就是歪一边啊，伊迄就是算先天性的，啊，伊就练咧坐，啊，人拢讲爱做，伊爱调停有无？啊，伊逐个调，伊拢调会停，啊，伊就甲老师讲，老师我拢调会停啊，是的啊，我就尽量调停。伊头啊规旁个刚才就是不是有最后一位关火，啊，伊迄袂答嘛，啊，伊拢爱安尼做，安尼，啊，伊嘛想要了完嘛，啊，就让他从小班开始，嘿，啊，姑姑肯啊，我滴起来，啊，就神奇。迄毋是咱人的神奇，迄是伊的心性甲神韵，迄叫做神跟神相会，伊当改变他的身体体质。所以哦，练礼节就好。啊，搁来学经典，学经典，互你讲话吼，口出安那，口出圣言，抛出圣言圣语，毋是抛出恶言恶语。你若有学经典，你咧骂人讲做袂水，敢知？你骂人讲，人啊。台湾话拢，这个人讲，啊你是讲白话讲，啊你是笨蛋嘛？你是讲笨蛋吼？啊咱若较有智慧的，咱讲啥？咱爱较有智慧的，袂使愚痴。迄个人叫讲愚痴是啥？因为听无愚痴啦吼。啊若讲啊袂使愚痴，啊咱做人爱安那？爱有智慧，袂使无智慧。你敢有甘会讲爱较有智慧的哦？你袂使一个人讲，啊你较安尼，遐尔讲。你讲人讲甲较有智慧的，对一个人同款，迄叫做正能量转念啊，正语正义。所以你来学经典，其实对咱的生命、对咱的家庭是有帮助，尤其是对交囡仔咧讲话，亲子对话。你若要改变你的命脉，你一定要来学经典。啊，学经典，咱经典定是学经典。拜山，定时的拜山。好，第一礼拜到第三礼拜，同款伫遮吼，伫遮拢咧学经典吼，每一个月啦吼，第1周跟第3周，哦啊时间一样，应该也是，的时间较长一点啊，8点到10点。讲一个互恁耳旁的，伫香港吼，伊迄嘛是香港佫无够。加拿大对我接收到最新的讯息，因遐的活动是暗时啊10点开班，开到透早1点。各位先生，你敢要来？你敢要来？有法度啊！因隔工拢上班哦，因为因遐的人才每个拢是服务业，拢
拢伫餐厅咧做工课，但是因知影无学文理，无学经典，无做这个代志，因无法度，因的地位袂升，袂超生了事，毋是坐伫遮听就会开啦。知还要起而行，对不对？你要力行，所以拢知影因的要求，因要开班，因咧开个半暝的班呢。下班的时间是暗时啊10点，照例是开到12点的煞2点钟啦。结果伊毋是，因拢求知欲足强的，听到1点，听到2点，满帮的讲师煞。伊一到台湾去的讲师讲，安尔话，讲到1点嘛，佫毋放伊煞。迄台湾的讲师困袂着呢，讲都无迄个讲到1点，佫甲问呢，讲讲师我问你，讲师我问你，啊规场大家求知欲旺强。各位前贤，你感觉因遮的美国人啊？是安那因会通的安尼，咱台湾人的体力较歹，咱拢无法度，咱若毋去试来，就感觉透早爬袂开开始。因咧开个半暝啊，我有时听到一点嘛，感觉家己做惨，家己爱做惋惜，所以有机会来读班，来做志工。大家班拢有需要志工，有需要志工，你若是来做志工，我就要讲，你赚的拢是算以100倍来起跳的。毋是迄1倍尔，你若想要紧快速来累积你的功德做志工，对毋对？再来上尾是啥？叫财师，财师其实是做尾很后面，但是要不要财师？还是要的吼。你1箍1箍，财师是啥？人的，搁你的财库，你若要补财库补人的，你就是财师。但是好想跟大家鼓励，财师毋是一件我摕的代志，请一个福田筒，敢有看到？电筒摕着，1工1箍落1箍会使，录音角就好啊，录音角啊，然后后一摆来入班安那，佮倒落去咱的福田筒，佮倒落去回馈给先锋。为什么？你1工会咱觉察你家己的心情，你好啊，心情好录1箍，心情无好嘛录1箍，为虾米？安尼通的声，有时候迄真咱咧讲的声像钟的声音吼，所以各位请写，咱都要有时常来做善事。好，最后法师来，各位前贤，咱最后来两法师咱弥勒救苦真经来这位跟大家来迄个会晓念的就免客啊，咱提前。咱法师呢，天天我们可以的话，咱在晚上9点都有在念经回向。咱回向互别人，就是一个啥善愿，嘛是一个善事。你若有需要时阵，马上回向互咱了，好，来，咱开始来做回向哦。